啊，互咱是讲讲吼，这个世间吼实在有足侪困难的代志。当时啊，咱受人吼安尼控制，还是讲受人安尼甲咱束缚吼，安尼袂自由吼。啊，咱当时啊，咱拄着什么危险困难吼，要渡过这个难关是真困难吼。是。咱家己实在无气力啦，啊，靠人的遮嘛是无办法吼。嘿。啊，加在吼，咱来信耶稣，有主耶稣基督吼做咱的瓦靠。因为伊是天顶的神吼，啊，宇宙万物拢伊创造啊，啊，天地这一切啊，拢是在伊掌管之下。啊，咱人的生死祸福嘛，在伊的手中啊。是。啊，伊是无所不能的真神啊。啊，伊充满着慈爱怜悯。啊，你向伊祈祷吼，伊就要听咱祈祷。啊，伊若听咱祈祷吼，伊就甲咱解决一寡代志。啊，咱就免惊讲啊，拄着什么困难吼。啊，所以在咱这个生活中吼，有当时啊，咱实在会拄着真侪困难。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仔日依然邀请到赖永福团队伫咱节目中间为咱来进行阿公来开讲的这个单元咱真感谢这个赖永团队先甲大家招呼一下。诸位空中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来请教赖团队这句。虎口医生这是什么意思？虎口医生伫老虎的喙内的小动物会当倒滴生命出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代志。所以这虎口医生的意思，就是讲为这个危险患难的中间会当倒出来，来得到活命。所以这句话虎口医生就是讲大难不死啦，大难不死。这款故事真济今日甲大家参考这个圣经内面《使徒行传》12章第1节到11节的一段故事这是咧记载讲古早有一个犹大王叫做希律这个国王伊是政治家嘛所以伊所看重的就是要得到人的这个拥护得到人心就对啦所以伊知影讲这犹太人无认耶稣做基督所以这信耶稣这基督徒这犹太人想要甲迫害呢所以这个希律王知影这个代志就将主耶稣的12个使徒之一的就叫做雅各的甲抓来用刀甲杀死这个代志想袂到哇这反对基督教的无要信耶稣这个人欢喜甲这个犹大王希律伊想讲大家都介意来杀死这基督徒安尼我搁想办法搁将主耶稣12使徒中间迄个年纪上介大的会使讲是基督徒这头兄啦这个彼得就甲抓来抓来毋是讲凊彩甲关呢关个内家就是讲上内面的啦一天派4班兵丁甲固守呢每班搁4个人伊本人这个彼得本人搁用这铁链甲锁掉边搁2个兵丁甲固掉外口搁2个兵丁这加罗门3个加罗门呢上外面哇加罗迄是铁门搁来搁一扇茶门搁一扇茶门哇安尼敢走会去绝对走袂去啦就是无爱互走绝对无爱互走绝对要死就对
啊，咱想看觅，这个彼得伊本身吼，嘿，伊嘛是古早是一个掠鱼人啊，嗯你看军队耶稣毋是做耶稣的门徒，是，啊，所以伊也毋是条条顶啊，讲有啥物武艺高强，讲外后倒走，何必就安尼甲关哦？啊，迄就是讲一定要互死。啊，所以安尼看起来咱就了解吼，这个希律王吼，敢若老虎咧。哦，迄个国王嘛，杀人会当赢伊吼。伊若讲要安那就安那。啊，彼得咧，彼得就敢若迄老虎喙内小动物啦，我走嘛走袂离啊咧吼。在这个时阵吼，靠人实在无办法，无人会当救彼得啊。啊，但是吼，这个教会真侪兄弟姊妹吼，大家知影，讲这彼得吼。啊，真拍拼吼！啊，一生拢为耶稣咧做工吼，啊咧传耶稣救人的福音。啊，所以这款耶稣的工人吼，这神的仆人吼，这款袂使灰死的。啊，所以教会这兄弟姊妹哦，大家安尼迫切一直祈祷啊，主耶稣啊，都要救彼得哦，主耶稣都要救彼得。啊，因为安尼祈祷啊，足奇妙的。好，本来过灯工吼，就要将这个彼得甲提出来吼。特别甲审问，或者特别甲斩头啊，不一定哦。吼，啊，迄一暗吼，足奇妙诶。咱讲吼，这个人的性命是无定着吼。啊，不过啊，人的性命实在是伫神的手中啦。啊，尤其这个时阵彼得啊，伊嘛觉悟啊你，对无？已经走袂离啊你吼。啊，所以啊，伊就将这性命吼，拢交互主耶稣去啊。主耶稣。哦，去注意就好啊。啊，迄一暝哦，明仔载就要互审问，或者爱判死刑，或者爱斩头啊，永远讲啊困去啊啦。啊，但是足奇妙诶吼，天顶诶主耶稣吼，啊，听这兄弟姊妹祈祷吼，啊，所以迄一暝哦，就找见啊，这天使啊来到这个家路诶所在。啊，天使是灵体对无？嘿，根本就无受这个空间诶这个限制啊。是对，一个久就入来啊咧，吼，啊免开门嘛入来咧吼。哦，啊有光哦，照着这个家楼吼，啊，这个天使哦，拍这个彼得的这个边仔骨架吼，甲叫醒起来，讲赶紧起来哦，彼得一个醒起来，啊，天然哪会规落落去？哦，啊，自动开落去呢，啊，天使就甲讲赶紧哦，腰带束起来吼，啊，赶紧穿鞋哦吼，外衫抹起来吼，啊，缀我来，咱遮奇妙，我遮兵丁啦拢困去啊，拢毋知影。啊，这家路门，第一个头一个啊，门啊开开啊，第二个门啊开开啊，来到这个第三个门，这铁门的所在，我加路，啊，这个铁门嘛拍开啊，哇，真奇妙，刮出来，啊，本来吼，这个彼得啊，伊俩做讲伊是咧做渔网啦，吼，咧做网啦，哪有可能嘛？可能，这在虎口内面免说医生无可能的吼，啊，但是啊，这个时阵哦，已经甲带到这个街路所在。哇，迄暗时啊，冷风一个吹吼，哇，彼得安尼醒起来啦。啊，才知影讲，哇，真知影啊，都是天顶的主耶稣，所见天使甲救出来啊啦。啊，我得救啊啦。啊，这真正是一个虎口医生的一个见证哦。啊，互咱想到讲吼。这个世间哦，实在有足侪困难的代志。当时啊，咱受人吼安尼控制，还是讲受人安尼甲咱束缚吼，安尼袂自由吼。啊，咱当时啊，咱拄着什么危险困难哦。要渡过这个难关是真困难哦。是。咱家己实在无气力啦，啊，靠人或者嘛是无办法哦。啊，加在吼，咱来信耶稣，有主耶稣基督吼做咱的瓦靠。因为伊是天顶的神吼，啊，宇宙万物拢伊创造啊，啊，天地这一切啊，拢是在伊掌管之下，啊，咱人的生死祸福嘛在伊的手中啊，是，啊，伊是无所不能的真神啊，啊，伊充满着慈爱怜悯，啊，你向伊祈祷吼，伊就要听咱祈祷，啊，伊若听咱祈祷吼，伊就甲咱解决一寡代志。啊，咱就免惊讲啊，拄着什么困难吼，啊，所以在咱这个生活中吼，有当时啊，咱实在会拄着真侪困难吼，啊，尤其是拄着一寡啊，咱家己气力做袂到的代志吼，迄个时阵吼，或者吼，咱家己真烦恼，吼啊，厝内人也真烦恼，啊，或者咱去拜托足侪人，足侪人嘛，甲你讲无可能，吼，所以人伫这个走投无路的时阵吼，真需要啊，有这个帮助，有这个拯救，吼，啊，只有咱
借着祈祷吼，用咱的心吼来向神来恳求，用咱的心灵甲诚实来恳求天顶这位真神主耶稣，伊就会帮助咱。咱像讲咱真耶稣教会内面吼，嘛有足侪兄弟姊妹吼，伊嘛是过去拄着足侪困苦的代志，是是，都是因为伊晓祈祷倚靠神哦，神甲开路，你走投无路的时阵，伊就得救了。是是，所以咱有当时有一寡困难的时阵吼，拢敢若亲像进入虎口共款吼。但今日咱会当靠着耶稣基督了后吼，那会当敢若亲像对虎口中间的困难，来得到生命，得到平安，得到一个问题解决。这拢是因为倚靠天顶真神的恩典吼。咱今日真感谢咱大英团队伫这个所在吼，甲咱讲解虎口医生更较大的智慧。愿咱来倚靠耶稣基督，来得到真正的帮助。咱感谢伊，哈利路亚。谢谢。是否我能够坚定不移我脚步？这世界是非不分，黑暗危险绕着我，有你指引我生命路途，是我一生一世不走长，求牵我手带领我道路，紧握住你不离去，再一次张开你的双臂，紧拥抱我在你怀里，用爱指引我人生路途，我紧跟随你不离。是否我能够坚定不移我脚步？这世界是非不分，黑暗危险